后来过来是台中市，讲有一个大壁的公车站，伫遐等车的民众离大路无到1米，因为惊会去互机车压弄着，所以大家拢搭迄个铁皮围篱啊，搭真晚，互民众是真晚车。加上这条公车的路线经过未少的学校，真侪家长是真担心囡仔安全，拢去找议员代表，要求市政府都要来解决。市府是来回应讲，最近就会甲公车站来刷位，互民众咧等车舒适的这个时阵会当舒适。等公车的民众离等红灯的机车敢有一步跨，无到1公尺，看起来真危险。有的囡仔会想要看公车来下尾，甲头伸出去看，某家长真烦恼。那实际来到这个地点呢，可以看到呢，站牌就在路边，那人能够站的位置呢，大概呢就只有这么宽。那许多人等车等一等呢，就会越来越靠近，甚至要贴着围篱，不然可能会跟机车发生擦撞。曾经看过有老太太啊，在这边啊，然后车流量很大啊，她就一直往后退这样子。你来徛，我徛一步出来，你安出安尼行安尼啊？你若落地的时候，你搁徛有线，你看安尼多危险。公车站牌伫咧台中惠中路，含车辆真济西屯路口。附近的民众讲，本来等车的人容易避伫咧站牌边的空地遐，毋过真一阵仔空地时间设围篱，互等车民众今日当徛踮伫咧路边，离大路不到1公尺。会看到现在也至少已经3个月了，而到现在也没有办法来做改善。3个月以来，到底讨论了安怎？交通局讲会伫咧最近刷公车牌啊。站牌将往上由迁移后站位较有弹性空间。唔干那公车站牌所在，互民众真不满，阁有真济坐公车的人伫咧喊讲，从9月开始，公车唔是晚到就是减班，甚至原本的路线汹涌无去。后边台这期市政府当年编30亿的经费，到底是开位对？总共减了1个月是吓死人的10920班。到底这些公司拿了这些补助，做了些什么事情？交通局长叶兆富解说，公车减班是因为司机的人数不够，会继续检讨路线，卖调整公车的成本问题，鼓励业者调起驾驶薪水，让司机愿意来上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